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世界東學站啲人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係最景聯11座 F11個單位，實面積974尺，三房一套。景觀方面，望返會所泳池景，仲可以遠眺馬鞍山一帶景色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邊一睇。客廳非常寬敞，放大型家私都冇問題。而景觀方面，望到二期會所泳池景，仲可以遠眺馬鞍山海景。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下呢個廳，非常之寬敞。通過走廊可以去到各個房間，相當寬敞。放完雙人床之後，三邊落床都冇問題，仲有個衣櫃位。主人房景觀仲望到部分馬場轉彎位置。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下呢個主人房，非常之寬敞。套設為名廁，保持空氣流通。業主加裝咗玻璃幕門，方便日常使用。近主人房呢間房有足夠位置放床同埋衣櫃。近廳呢間房可以考慮做書房或者電腦房。骨方面同樣都係望到泳池景，廁同樣為名廁，光潔明亮。家庭電器整齊收納咗喺櫥櫃裏邊，備餐儲存空間十足，仲可以明火煮食。姐姐房係隨房進入，有自己嘅獨立洗手間。